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1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南昌的李怡雪。去年年底闹得沸沸扬扬的李怡雪事件，现在官方又有了新的情况通报。这个情况通报就更加详实，也更加说明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李怡雪这个事情，网上各种说法，我也做了个节目，我恐怕做了2个节目。官方的最新的情况通报基本上也验证了咱们的说法，就是李怡雪确实是精神有问题。所以今天咱们就闲聊精神疾病。我们先看看官方的情况通报，这个是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西湖区南浦街街道办事处1月11号情况通报是这么说的它是一段时期以来，西湖区南浦街道三眼井社区居民李某雪的情况引发网民关注，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李某雪，女，汉族，33岁，2012年毕业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理工学院，现改名为南昌工学院，国贸专业，多年来处于独居无业状态。2000年，李某雪母亲因病去世，此后李某雪性情逐渐变化，经常与家人发生吵闹。据邻居反映，他自小惧怕卫生间和扫把，这我个人推测，这是猜测，恐怕是小时候父母老惩罚他，这个占卫生间或者是扫把打屁股之类的对他印象深刻。这有可能从高中起就独自生活，性格孤僻，遇事偏激极端。2019年至2024年，公安机关共接报李某雪相关警情34次，主要涉及扬言自杀、侮辱诽谤、情感纠纷及房屋漏水、高空抛物、音响扰民、堵邻居所言、震楼器扰民、故意泼污水等邻里纠纷，其楼上楼下4户邻居被迫撤离。2019年4月，李某雪因盗窃被西湖公安分局处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是他的邻居反映的。后面是公安机关接到34次报警，邻里矛盾到了什么程度楼上楼下左右4户人家都搬走了，惹不起。5年前他就已经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2022年4月，正值南昌抗击新冠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期，4月4日至21日期间，李某雪先后4次在西湖公安分局丁公路派出所辖区的公共场所扬言自杀，并有疑似自杀举动。2022年4月14日，李某雪在西湖区丁公路银石广场3楼扬言跳楼自杀，4次扬言中的第3次，丁公路派出所及时出警处置后，安排辅警赖某某陪同李某雪做核酸，后赖某某私自帮助李某雪预订酒店，并将其送至酒店。4月15日，李某雪为寻求赖某某帮助处理3月14日其与陈某某在西湖区丁公路围上 KTV 扫把纠纷。这个李某雪他自称拍视频说3月14号在西湖区丁公路围上 KTV 被陈某某用扫把打倒，事后经公安机关调取视频证实，陈某某的扫把并未接触到李某雪。2次电话主叫赖某某到酒店房间，赖某某于4月15日17时进入李某雪房间，至次日7时离开，晚上5点到早上7点。同年7月1日，李某雪拨打110报警，称自己遭遇辅警赖某某猥亵，西湖公安分局依法开展调查。8月，李某雪在抖音、微博等平台反映遭辅警赖某某猥亵。根据对李某雪、赖某某及宾馆工作人员张某某、王某某的询问，赖某某与李某雪短信记录、通话录音、住在酒店房间内2人对话录音等相关证据材料，西湖公安分局认定赖某某没有对李某雪实施猥亵。2022年12月14日作出不如立案决定，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于12月27日提前介入，并作出未发现赖某某对李某雪实施强奸或者强制猥亵的行为。结论，由于辅警赖某某私自会见扫把纠纷当事人李某雪，违反工作纪律，丁公路派出所对其作出通报批评并予以停职。也就是说，赖某某4月15号
下午5点到李某雪订的酒店，是李某雪2次打电话，主教是李某雪给赖某某打电话，让他到酒店找他，帮他处理什么扫把纠纷。早上7点这个赖某某离开。我们就是退一步说这中间就是发生什么，大家也不难想象他是什么性质。所以后面李某雪他拍抖音说赖某某猥亵，这个纯粹就是倒打一耙。2022年4月21日23时，李某雪到丁公路银石广场3楼扬言自杀，这是4次扬言自杀中的第4次。丁公路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出警，面对紧迫的疫情防控形势及当时李某雪极不稳定的精神状况，出于对李某雪本人和周边群众人身安全的综合考虑，出警民警赵某带领民警林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于4月22日凌晨将李某雪送往江西省精神病院诊断，经门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碍，需住院治疗。赵某先与李某雪父亲李某电话联系，未能接通，随后与其舅舅李某某取得联系，其舅舅明确表示管不了，如果放任不管，一旦其自杀或发生伤害他人的危险行为，将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由于李某雪家属都不到场，出警民警赵某权衡利弊，并请示丁公路派出所所长王某某后，在医院住院治疗告知书、保护性约束记录单、入组临床路径知情同意书等医疗文件的家属签字栏签署了自己的姓名。4月22日早上7时38分，江西省精神病院主治医生与李某雪父亲李某取得联系，将李某雪的病情告知李某。李某对李某雪入院未提出异议。4月22日，江西省精神病院对李某雪作出诊断结果为强迫性障碍和人格障碍。治疗期间李某雪经常与医院工作人员和病友吵架，多次扬言杀掉对方全家，并在病房角落随意大小便。2022年6月17日，李某雪出院，其父亲李某接其出院时对主治医生表示感谢。6月24日，江西省精神病院将其信息录入江西省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2023年2月20日，丁公路派出所所长王某某、出警民警赵某因处置该警情不严谨，受到诫勉谈话处理。什么不严谨？也就是说你没有权利在那个家属一栏签字，你又不是家属，你不能说其实当时情况没有危及到那个程度并不是生死一线所以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就是继续向上汇报，要么你就把他父亲得想方设法的找到，就他父亲，因为李某喜他精神病，那他的监护人就是他父亲，只有他父亲能签这个字，或者他父亲授权他父亲可以授权也就是说你这个程序不对嘛，程序问题所以你看，就因为这个问题，李某雪把这医院给告了，到现在法院判不了。我记得我在上一期节目说过了，这里面肯定是程序出了问题，但是这个李某雪又有精神病，所以这个法院左右为难，这个医院程序也有问题就是说病人家属这儿他不是家属签的字，你把人收了，法院如果判医院输，判医院赢，这医院确实有问题。2022年8月16号，李某雪向青山湖区人民法院提交诉状，要求确认江西省精神病院收治治疗护理存在医疗过错，赔偿其损失5万元。目前青山湖区人民法院正在依法审理，估计很有可能这法院在这个通报之后，恐怕要判这个医院要输，这是我推测的恐怕要赔李某雪一部分损失。李某雪要求赔偿5万，我估计可能赔偿几千块钱，这个到时候法院判决咱们再看，应该要判这个医院输，他确实存在明显的过错。但是鉴于这医院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或者后果，恐怕也就是医院民事赔偿几千块。2024年12月14日11时05分，李某雪在抖音平台发布2条视频，称筷子巷派出所所长带10余人直闯我家，救救我，他们太可怕了，10几个男的对付我。李某雪这一说法不属实，真实情况是2024年3月11日，湖南网民罗某某向西湖公安分局筷子巷派出所报警，称2023年11月以来，李某雪在网络直播时多次侮辱诽谤其本人和家人。2024年4月1日，经筷子巷派出所调解，李某雪向罗某某道歉并作出书面保证。4月2日，罗某某再次向公安机关报警，称李某雪仍在网络上对其进行侮辱。筷子巷派出所多次传唤李某雪均拒绝接受传唤，这个咱们以前介绍过了，还没什么变化。后来这个街道和公安机关邀请北京安定医院专家来南昌到这个李某雪家里
去对他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是2024年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鉴定意见，被鉴定人李某雪诊断为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这个是特指警方这次说的更清楚了。这个违法行为指的是李某雪在直播间侮辱诽谤这个湖南网民罗某某的时候，北京安定医院专家认为他这个时候是完全的民事行为人，也就是他有完全责任能力。特指这个事情是目前快速县派出所已经查询湖南网民罗某某控告李某雪侮辱诽谤案的案件事实，将依法作出处理。也就是说，虽然他是精神病，但是他在直播间骂罗某某的时候，他这个时候精神是正常的，他能负责任，就这么个事情。那都是两个网民之间的纠纷。李某雪2024年12月14日11时05分发布的2条视频后未再更新动态，被传失联，引发网民关注。犹如李某雪独自一人居家，精神状况不稳，且长时间闭门不出。对于李某雪的关心，街道社区每天给她送去牛奶、饼干、方便面、辣条等食品。12月18日还给她送去被子。因工作人员去时，李某雪均拒绝开门，工作人员只好将食品和被子放在其家门口。2024年12月17日起，街办社区连续5天从人文关怀、父母亲情、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其父亲李某的工作，苦口婆心劝李某履行法定责任和义务。李某仅给李某雪打了电话和微信联系，没有上门探望。2024年12月19日，李某雪在与社区干部林某通话时大喊大叫，扬言要从其居住的6楼跳下去。同时，社区干部楚某某和负责其楼道卫生的保洁人员胡某某、社区干部林某立即将此情况向街办社区报告。12月21日，社区干部林某考虑到李某雪多日未领取社区干部送至其家门口的食品，且此前邻居反映李某雪家中藏有一把开刃的长柄镰刀，李某雪经常把刀尖伸出门外威胁邻居，担心李某雪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危险，遂拨打110报警。说鉴于李某雪2019年以来从所住6楼高空抛钢筋砸伤楼下儿童，李某雪微信转账赔付3000元，多次扬言自杀，多次扬言捅死他人，用电动头盔砸人，用污水泼人等扬言极端异常行为。南浦街道办事处和会子巷派出所评估认为，李某雪有伤害自身和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危险。2024年12月22号，南浦街道办事处组织公安、消防救援、社区卫健、妇联、民政等部门人员依法依规将李某雪送往江西省荣臻优抚入院就诊后，医院专门成立病情诊断及评估专家组，对李某雪进行全面细致的病情检查、评估及心理辅导。其父亲李某6次前往医院探望，街办社区主动做好对李某雪的人文关怀，为李某雪聘请护工，每日为其提供换洗衣物，并购买零食和生活用品。通过对李某雪全面细致检查以及近2周的医学观察，结合李某雪既往病史和多方提供资料反映的情况，2025年1月4日，江西省荣臻优抚医院专家组形成最终诊断及评估结论：李某雪患强迫性障碍、特定恐怖障碍、人格障碍，判定病情属于严重精神障碍，危险性评估3级。医院已按程序如实将诊断评估结论及相关权利向李某雪及其父亲李某做了详细告知。根据上述诊断评估结论，江西省荣臻优抚医院向李某雪及其父亲李某建议李某雪住院系统治疗，李某雪及其父亲李某均不同意住院治疗。2025年1月6日，李某雪父亲李某向医院书面申请将李某雪接回家，医院依法依规对李某雪及其父亲李某关于选择出院的相关要求、风险管控、紧急救济办法等进行了知情告知。2025年1月10日，李某雪父亲李某为李某雪办理出院手续，并将李某雪从医院接走。最后重点来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31条之规定，属地街道办事处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将要求李某雪父亲李某履行看护管理责任，也就是作为监护人，责任就是你监护人的了。李某雪这个事情到此基本上就是水落石出，应该说没有什么再值得怀疑的地方，或者说叫有价值的怀疑的地方。这个结论也符合咱们的判断，李某雪他就是个精神病。就为什么在网上会闹出这么大的事，这是咱们要关注的。就李某雪本身没有什么好值得关注，因为这样的人非常多，他就是个病人。为什么这个病人在网上掀起这么大的舆论？这个是要值得关注的。李某雪之前应该是2022年或者是2021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应该有人还有印象。江西女教师，我做了5、6期节目，好像也姓李，当时我就说这个人是精神病，应该是精神不正常。但是网上好多人讨论，跟李某雪这个一样，也是掀起了这个轩然大波，舆论高度关注。那一次跟这次还不一样，那个湘西女医生也扯来扯去，扯到一些什么组织，因为那个女教师男朋友也是什么个组织，总之让人感觉背后又扯到境外势力等等，被人利用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不正常，为什么在网上会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实际上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塔西佗陷阱，这个不解释大家都知道，越说什么我越不相信，没有信任了，因为我们多次被骗，而且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公众他是本来是半信半疑，你这一解释，那就很多人更不信了，尤其是你解释的时候里面含含糊糊，经不起推敲，那就更坏事了，会加剧了大家的怀疑，更加验证了，对吧？大家的判断，你看看又想骗人，我觉得这个是主要原因，塔西佗陷阱。第二原因有一些确实是别有用心的，这个大家观察应该能发现，确实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喜欢在里面推波助澜，添油加醋，煽风点火，这个还不在少数。他们就利用各种这种事件去制造这种分裂对立，就加剧了塔西佗陷阱。第三一种，那就属于有一部分人他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他对什么精神病、抑郁症等等这些问题他也不了解，他看问题只看表象。他看李医学，你看他拍的抖音说话那逻辑比我还厉害，说话很清楚，怎么可能是精神病呢？哪个精神病会是这样的？你看看那个湘西女老师写的那文字，发表的文章，那你一般人根本就赶不上。他通过这个判断说这个人应该是好人，正常的，怎么可能是精神病？精神疾病这玩意你很难说清楚，这我们也不是专家，你不能通过他的说话的片段或者生活中的某一个场景，或者是他写的文章，你就认为他精神没问题，不是这样子的。你像医学，你看他直播间的时候，那个专家判定他是正常的，但是他什么时候不正常也不知道。他跟湖南网友直播间侮辱人家的时候，这个人他是属于正常，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湘西女老师她在写那些公众号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那都是正常的，写的文字非常漂亮。那还有作家写历史小说，那写成畅销书，是世界中国最富的作家之一吧，写历史小说，那不也是传言是精神病了吗？他走的还是仕途，所以我们不能通过一些表现就否定了这个，说他不可能是精神病。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多次举例子，我从小到现在我就接触很多精神不正常的。我上高中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不上课，停课，我没事干，我就跟我们学校一个疯子，就是精神病。他是怎么得的精神病呢？他就是高考没考上，受刺激，比我们大个7、8岁，那个就是个疯子，喜欢打羽毛球。我没事干，我就跟他俩人打羽毛球。他打羽毛球的时候是正常的。我们以前上初中，我们学校附近有一户人家，好像他的孩子也是高考没考上，也是疯了，重到什么程度？严重的他晚上拿刀要砍他爸砍他妈，趁睡着了，吓得他爸妈每天就把他锁在家里，只能拿链子锁着。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医疗条件，农村，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所以说通过他们的行为、言谈举止，你多观察，恐怕就发现他有异常。一般人你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你打交道少，你分辨不了，很正常。像李某雪、像湘西李老师这种精神病，你不一定能判断出来，比较难。但是大部分精神病患者，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的目光是不一样的。有人精神疾病恐怕还有基因方面的问题，有遗传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受刺激，或者条件没达到，他就不发病，他就是正常人。但是一旦受什么刺激之后，他恐怕就是接受不了这个刺激，他就精神障碍就出来了，他就发病了。这是我个人理解。就有的精神病他的症状非常轻，表现也不是特别明显，这个时候他跟正常人差不多。但是如果一旦有什么条件成熟了，什么东西刺激了他，恐怕就导致了病情急剧恶化，马上就精神分裂。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就受刺激。你比如说高考没考上，一下就疯了；还有比如说孩子在战场上去世了，受不了这打击，母亲一下就疯了；还有的是官儿没升上去，一下疯了，或者官儿被撸掉了，比如说西红柿的护士长；还有的是恐怕像胡一静老师这种的，
我说胡锦老师有抑郁症，有那个倾向，他那文字里面尤其写到他跟肾结石孤军奋战，我仔细的读了他那个微博，我感觉胡锦老师是抑郁症的前兆。他这个诱因主要是他长期在这种做虚假宣传，自己在那儿编这个美丽的梦，他别人没骗到，把自己骗到了，自己当真了。但他退休以后从这个梦里走出来，挨了几下铁拳，三观尽毁崩塌，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种对心灵的冲击那是非常大的，心理不够强大的人很容易就垮下来了。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你比如说那个写畅销书的历史小说，他恐怕就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读书人那种家国情怀，咱们先不说他是对不对啊，只是说他这个家国情怀那还是有的，那种古老的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要求或者自我要求，跟现实之间跟官场之间没有办法做到和谐统一。他所身边遇到的恐怕都是尔虞我诈，这也是刺激。从他的采访里面就能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他精神是有些问题。他在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他写作他有幻听，也不能叫幻听，他说感觉有个人在召唤他，借他的身体借他的手在写历史小说。这个怎么说有点不正常了。他有这个基础，然后你再加上诱因，他理想的破灭，现实到处都是暗流涌动，到处都是大坑，知识分子的那些抱负在这些大坑面前简直就是个笑话。所以恐怕长此以往病情加剧。所以说写历史小说的精神病了可以理解，没什么不可能的。第四个原因什么？第四个原因，我们确实也有一批人有叫被害妄想症，很多人都有，只是多少的问题。什么叫被害妄想症？就确实你说被精神病有没有？有，但是牛马和韭菜本质上是不值得人家用这个手段来对付你。对付护士长需要，对付你就不需要，成本太高，放不着。所以大家不要有那种迫害妄想症，你就是个小韭菜，你在你身上花的成本顶多是个谈话，把你叫去喝个茶就已经是成本有点高了，给你打个电话警告你一下就已经是差不多了。所以作为小韭菜牛马，不要老有迫害妄想症。你要享受这个待遇，那说明你能量很大，人家专门花人来盯你来找你，说明你的影响力大，破坏力大。那咱们普通牛马韭菜哪有这个影响力？人家不可能专门找一帮人针对你，那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精力？谁都吃饱了没事干什么？谁不希望一上班就坐在办公室喝茶呢？把手机打开，把 iPad 打开，电脑打开，假装工作，到点下班，多体面多滋润呢。谁愿意找事就找小韭菜的事？所以说生活中没必要那么紧张，处处都是迫害妄想症。网上有很多这种现象，为什么这个事情引起广泛关注？舆论一下就因为大家就害怕被精神病，每个人都担心哪天这个事到我头上怎么办？我是好好的，结果说我精神病。所以很多人是基于这种担忧更加关注这事情。实际上我觉得没有必要，大家根本不用这么担心。你要这么担心你就活不下去，本来生活已经很难了，压力很大了，如果你还在平添这样的一个担心。第五个这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咱们说重点是第五，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失业、房贷还不起、按揭、家里人生病等等，缺钱，那问题是一个比一个大，压力一个比一个大，很容易导致你受刺激，对未来看不清楚，迷茫，这本人压力就大。有很多人他不会调整心态，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无论是你本人还是你发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只要有异常，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去做检查，花个专家号，花个200-300块钱挂个专家号，好好看一看。心理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你有个强壮的体魄，或者你有个好的身材，你长得很漂亮，但是你脑子坏了，那不你说怎么办？一旦发现自己有不对劲的地方，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挂精神科去看一看。有很多人动不动就情绪低落或者是焦虑，那你也得去看一下，先排除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如果说都正，你精神也健康，心理也是健康的，那么你就可以要求自己不要这么矫情，要求自己要面对困难，接受挑战，抗压。如果你是精神心理有问题，你就不能抗压，该吃药吃药，早发现早治疗，早治疗早受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有时候经济下行，压力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扛不住，精神失常崩溃。我们过去医疗条件差，咱们的那个时候是为了解决温饱，所以没人关注精神心理的问题，没那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所以应该重视，越早治效果越好。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